港人北上第一餐食啲咩？早茶肯定係必不可少啦。從皇崗口岸或者係福田口岸出關嘅話呢，就近揾一間地道又食得放心嘅茶樓，咁我就推介大家嚟呢間啦。源自於1933年嘅廣府茶樓，點都得。我哋今日嚟嘅係皇崗村附近啦，我哋可以坐地鐵7號線到皇崗村嘅 C2出口出嚟，行幾百米就可以到噶啦。點都得源自於1933年，堅持每日新鮮手工現做，係有獲得廣州老字號稱號嘅廣府茶樓嚟㗎。呢度呢有2項嘅非遺產品啦，蝦餃同埋叉燒包嘅製作工藝，同埋幾乎每一張台必點嘅創新點心金沙紅米腸。目前呢點都得又匯聚咗3000幾個嘅點心師啦，又打造超過700款嘅點心。仲堅持月月上新添喎！目前咧喺全國13個城市咧都有開設近100間嘅直營門店。佢呢度咧只做直營，呢度啲品質咧都係非常嚴格控制嘅。今日咧我哋就直奔呢3大王牌，幫你哋實測一下非遺嘅點心係點樣嘅。招牌蝦餃喎，佢真係皮薄餡靚嘅喎，入邊有包住3-4粒嘅大蝦仁啦，配埋啲香芹，咬落去咧好爽口，好彈牙，然之後有啲汁水出嚟啦，一咬就爆破喺口腔入邊，超級鮮甜啊！仲有呢個蜜汁叉燒包，同樣咧早茶嘅4大天王啦，用啲老麵種去發酵，面皮會自帶啲香甜味，咬落去咧非常綿軟回彈啦，入邊啲叉燒都係肥瘦均勻嘅喎。仲有呢個金沙紅米腸，佢連續好多年咧都有獲得呢個亞洲地標美食嘅喎，幾乎每一張台都會點㗎。紅米腸粉皮入邊咧會包埋啲脆嘅皮啦，再加啲蝦仁喺入邊。仲有呢個蒸鳳爪啦，由細食到大嘅茶樓人氣王，非常軟糯，一咬就脫骨，香味非常濃郁啊！荔灣艇仔粥，咁呢個呢就係廣州荔灣嘅傳統小食啦，起源於廣州荔灣區嘅水上人家由蛋膠去創造嘅，因為喺艇仔上邊賣啦，所以呢就故名為呢個艇仔粥啦。就呢個顏值非常高嘅流心撻嘅奶味呢，真係非常足啊！甜而不膩嘅嗰一種，一咬就流心。第一個嚟食飯嘅話咧，仲可以試下呢個波記豉油雞撈飯。佢呢隻豉油雞咧又加咗15種料嘅滷汁滷出嚟。佢呢個咧係放養嘅走地雞嚟噶，啲肉非常嫩滑啊。滷完雞嘅汁咧，再攞出嚟撈粉。除咗食到雞之外咧，仲可以食到非常廣東味嘅粉啊！喺點都得咧，選擇又多啦，食得又放心喎。大家平時唔知食咩嘅時候咧，真係可以列入自己嘅美食清單入邊啦。今期視頻就到呢度啦，想獲取更加多大灣區最新吃喝玩樂攻略同埋着數，記得打開 OpenRice 開飯啦 APP 或者小程序睇下啦。